來看新竹縣的新報，有一個66歲姓林的婦人，伊駛車去弄到對面橋倒擺80歲阿公。佇車禍發生了後，這婦人佇警察面頭前，佮要刷機車，也毋過互警方阻止。這阿公是不幸往生，這婦人嘛予以過失致死罪來法辦。轎車駛佇大路，煞毋知影什麼原因，雄雄撞去弄對面的另外一台烏多擺，警方接到報案，趕緊來到現場。弄到人的轎車竟然疑似想要暗崁家己的違規行為，直接卡車刷尾。幹嘛？像你嗎？代志發生佇新竹縣新埔鎮，姓林的66歲婦人人駛車直接弄到橋烏多擺80歲姓葉的老阿公，為了老阿公送醫了不幸過身，警方依照過失致死罪，甲婦人人移送法辦。警方到場處理時，發現自小客車駕駛有移動事故車輛行為，當場予以制止。經調閱監視器確認後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舉發。並依過失致死罪嫌移送台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偵辦。另外，在新竹市中華路也發生一件貨車在大路準備駛練轉，烏多擺未負動，直接弄到貨車的交通意外，好在人只受到輕傷。本案並無酒毒駕情事，經本隊同仁處理後，依 A2 類交通事故程序辦理。警方在此呼籲各用路人，駕駛車輛務必注意車前狀況。今呼籲民眾，若是發生交通事故，駕駛雙方應該聯名停車，依照規定報警，配合現場處理，千萬唔通把車隨在山頂動，也是離開現場，以免破壞事故現場證據，也影響責任釐清。記者劉君和新竹報道。